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玉山八通关夺冠赢地的森林大火，为16号烧到今，已经是第6天，烧超过100点钟。这个森林有天然林，有人工造林，这个损失是无法度来估计。啊，讲引发到这场大火，是这个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专门的委员叫做乔建忠，伊讲伊去爬这支山的时阵咧煮早顿，无小心甲瓦斯炉塌倒去，引发到大火。伊讲伊感觉真道歉。玉山八通关夺冠赢地火烧山为10日开始烧到今嘛已经超过100点钟。嘉义林管处派人去遐拍火，因为这个所在较偏僻，先请求空勤纵队支援空中拍火来争取时间。那因为该地点是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一个高山，那距离很远，所以我们马上集结我们的森林护管员。嘉义林管处表示讲，森林的护管员兵分6路，最后配伫主零线，每一队人50公尺，做伙开设防火线，尽量要阻挡火炭开。根据现场的一个回报，林相主要是台湾铁杉、台湾云杉、台湾2叶松，这些都是针叶树。高山的天然林也是人工造林，拢无简单，这摆损失真正是歹估计。